在花莲太鲁阁影仔口附近，总是崩山出现崩山湖，今早起水是已经溢出路边，流向建兴崩坑，佮对这崩坑的另外一头下登去入雾溪。当地嘛已经翕到这崩坑口强要规个淹去的画面。工程单位是按算对旧台北线开便道，互当机具会当入去乌土石开水路。水一直为崩坑口汶出来，往牡丹桥面两边流，那亲像一座天然的水墙，真惊人。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影仔口这块咧，因为土石崩塌出现崩山湖，18早起一流流入去进行崩坑，对水位持续涨悬，免水道内嘛入水。另外一边进行崩坑的西边出口，差不多规个淹去，敢若剩西边出口的崩坑头尾顶。东端那边有个牡丹桥，它会水会从牡丹桥往那个利乌溪的方向的那个排掉。一流水稳定回流入雾溪，林保署评估水位风险降低，不过危机还未解除。因为水坝附近有当时有石头崩落，根据气象署预报，山区这阵下落较大的雨，19到22天，园区持续封起来。气象情资会有持续的豪雨或是大雨的状况，那我们这边也是持续呼吁民众、游客，非必要我们不要进到太管处的园区里面。怪手上去，我们就可以逐层的来降洼，啊，让水位也跟着降低，哈，那么坝体的部分也可以风险可以更加的减少，所以目前正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中。连续2天实地勘察了后，李明安表示，规划为旧台北线拍通便道，为坝顶降乌土石引水，还佫需要开乌山壁，工业单位等拍拼克服。那我们民有社区的民应该是有将近500人。那因为有些是1清，有些可能是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来住宿，所以直计到我们收容所部目前是160名。顾虑到居民的安全，秀林乡17预防性撤离民有民乐部落的居民，目前安置伫光复国中也甲阿年宿舍。收容所预定为期5天开设，一直到危机解除。记者采访报道。